你在香港見過這一種特別的生物嗎？特別長嘅觸角令它們喺昆蟲當中特別出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生態攝影頻道，我係黃俊傑。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香港嘅天牛。呢一種天牛嘅名稱就係單條指翅天牛。香港嘅天牛種類繁多，香港大約有159種天牛，屬於鞘翅目天牛總科的一種昆蟲，以巨大嘅觸角而聞名。長長嘅觸角成為天牛嘅特徵，非常容易辨認。呢一種天牛嘅名稱就係張墨英天牛。天牛屬於夜行性動物，具有趨光性，多數棲息於樹林裏面，有時因為被燈光吸引，有機會在郊區嘅廁所找到。呢一種天牛嘅名稱叫欖仁柳像天牛。天牛一般不會襲擊人類，但遇到人為嘅騷擾，天牛有機會逃走，甚至去咬人嘅，所以千祈唔好捕捉佢哋啊！我哋要尊重大自然，用眼睛去睇就可以啦。呢一種天牛嘅名稱叫二斑墨天牛。接下來我會分享多幾種由我拍攝嘅天牛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歡。